5月10日終於自由。向另一個人承認自己的缺點，還可以帶來一個重大的收穫，那就是謙卑。這個字眼常常會受到曲解。對於已經在護戒協會取得進步的人，謙卑意味住清楚地認識自己的身份和能力，並誠懇努力地成為自己能夠成為的人。12步驟和12個傳統第46頁。我深知如果要歡樂自由，就必須與他人分享過去。這樣做給我帶來的歡樂與輕鬆，真的難以言表。幾乎是當我實施第5步的同時，我感到自己已經從自我和酒精的束縛中解脫出來。一天一天的積累，這種自由保持了36年，每天如此。我發現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做到的事情，上蒼可以為我做到。